如何在 Windows 中轉換 MP4？ 首先，下載並安裝 EasyZip 壓縮包轉換器，簡單、易用、快速。連接現說明。啟動 EasyZip 媒體轉換器，在媒體工具中點擊轉換格式，點擊選擇媒體文件，按鈕打開文件選擇器，然後選擇要轉換的 MP4 文件。你可以從選擇菜單中選擇目標文件格式。EasyZip 提供多種文件類型供你選擇。選擇所需的文件類型後，點擊綠色的轉換按鈕，讓 EasyZip 發揮它的魔力。轉換完成後，點擊保存按鈕，將轉換後的文件保存到你選擇的目標文件夾。就是這麼簡單，我希望這有幫助。請點擊徽標並訂閱，這對我們來越意義重大。